继续来到台南，天气热，大家少食山药冰，加上这个山药长咧大出，所以山药更加抢市。台南的玉井甲南华，永年拢是请系暑假的大学生来到处理山药，但是今年因为疫情的关系，这个大学生到单也未很热，农会是真担心会请无工。可你家在当地有一阵，今年要读大学的高中毕业生，拢满18岁了，因家己主动来报名要来做工。这个学生讲，虽然无冷气通吹，但是会当帮咱家乡的产业，因嘛真欢喜。蔡边果铺山药，今年的山药大出，加上天气又够热，台南卖山药饼的生意拢有够好，所以讲山药嘛是同款卖甲呛呛滚。玉井农会市场一箱一箱的山药准备要出货，有人无用分类，有人无用包装。除了农会工作人员，要10外学生，因拢是高三毕业的，要升大学进前来这做山工。我本身是很喜欢外语，所以说有跟外国人做一些简单的沟通，知道他们对我们芒果是非常憧憬，而且很喜欢我们芒果的香气，所以我为芒果感到骄傲。这里想要就赚一点大学之后的学费嘛。因为玉井区甲南华区农会请的拢是大学生，因为今年疫情影响，大学拢是延后休热，农会佫捌烦恼讲找无人，加在有这高中毕业生来报名。为因兜的家庭嘛有种一寡水果的，会当认识这个产业，因有差不多3个月的工读时间。我差不多也要趁1学期的学费。农会加这骹手斗相共，这学生我都趁学费，过使互家长放心。就算无冷气通吹，大家拢是真认真，佮欢喜。